之前你就这样子就卡了。反正你就是一个很生气的状态。你一开始也有戏哦，就是类似这种感，你还是想要摸它，因为你真的对，你不是。好，来，再凶一点，拿掉，指着他，指着就指着他，对，就指着他，只要红色、蓝色，行动快。OK， 那我会希望这样。好，那干。好。那你可以试一下。还是我拿？可能不行，要先不紧张，我们先试就好。然后他不舒服会跟你讲。诠释的最重点就是会有很长的，对，最大的，全部静止的。你就听音乐。你不能去听音乐啊！是这样子，懂吗？再试一次，快一点，对，就这样子，抿嘴都可以，抿嘴去揍他。Rolling， 来，3、2，走。等下他给纸条，然后你交给那个上面的。你们就冲进来，好，你们就冲进来，然后准备，因为他挟持着他，对，所以你们就照你们的步骤，我们喊我们的就对。对，然后这个时候第二批人从后面进去揍唐牛，唐牛是他，把他制服就对了。靠床脚，啊！警察，干嘛？警察，靠背，唐牛就自己跳，唐牛怎么跳？你给他推脚，你不要自己在那边以为你是海豚吗？不要自己跳，你让他的力量去带你 ，OK？ 你让太明显，你就跳起来了。对，没有碰到你就跟着跳。直女生再继续，好，这样对来。兄弟，来呀！有点偏心哎。不错了，够了，时间够了。OK 哦，就觉得你有我才找你啦，不然呢？好了，喝酒了。就我这红牛。怎样？我美吗？看你眼睛好屌哦！干嘛？对镜头做戏一下，停一下。1点33分，1点33分，距离表定杀青的时间是几点？我们超了6个小时，超6小时，超6小时。太辛苦了，从头到尾真的谢谢，大家都辛苦。唐牛辛苦之后再讲啊，辛苦了，谢谢，辛苦了，谢谢。雨水掺着目屎，听你心内悲哀声难知，伫迄个咱着。